超抵超抵啊！大家最緊要你要認住佢係咧生海嘅啊，唔係養殖嘅 ，OK？ 養殖同生海咧係爭好多啊！一日咧朝頭早咧食一條或者夜晚黑食一條就已經咧係超夠噶啦！你睇下，全部都係好 QQ 彈彈嘅，因為咧冇經過批發商，所以先係咧咁平嘅價錢啊！老人家可以唔腥啊，真係唔腥啊，超好味啊 ！QQ 的不行啊！我啱啱食咗一條啦，唔腥啊！QQ 彈彈嘅膠原蛋白咧係勁多，增強免疫力，好爽脆，好爽脆啊，好爽啊！大家都是買2包，一啲都唔腥，真係一啲都唔腥，就咁樣就食得噶啦。好，一陣間咧就係咩啊？因為頭先我都係咁樣食噶，腰無九枝。OK， 算了，大家都打了，別再改啦，就重號碼吧。你重 number 啦，唔使改啦，唔係一陣間佢哋全部亂晒啦。你寫一個重字啦。好，點樣落單？一包499蚊，7至10條左右嘅。返到去咧，擺喺冰格，要食嘅時候攞出嚟咧解雪，咁樣就已經 OK 啦。係啦，咁樣頭先俾大家睇下啦，睇到啦 ，QQ 彈彈，勁好味，同埋咧認住一定要咧39嘅，39咧代表係深海嘅啊，大家39咧係代表深海嘅。好，咁啊 number 咧係 JE1595。JE1595 49蚊一斤嘅7至10條裝，7至10條裝啊，大家好 JE1595 啊。難怪他剛才說看你感冒，讓你吃這個。佢頭先咧可能見我感冒咧，即刻咧攞俾我食啊，增強免疫力啊，可以咧增強我哋嘅免疫力嘅。不腥啊，唔腥啊！因為咧有時咧我食三文魚啊食魚啊都有啲驚啊，唔腥真係一啲都唔腥啊，唔腥啊，太腥我都食唔到啊，一啲都唔腥，同埋真係咧好味嘅 QQ 彈彈，好爽脆 QQ 彈彈啊，全屋人都食得嘅，小朋友啦、大人啦、老人家啦，係啦，或者大肚咧都可以食噶，超強嘅呢一個咧增加你嘅膠原蛋白。皮膚靚啊，免疫能力咧好啊，1595得啦，你求其打個 number 都得噶，唔緊要啊，我哋咧後台同事佢知道啊 ，Abby 就唔好意思啊，咁呢個咧俾我食咗，有冇得俾大家 cut 圖？真係煩。就這樣子 cut 頭吧。哇，這個，來1、2、3、4。這個不要了，這就醜死了。好。沒關係。一起 cut 頭嘛，大家都不知道吃什麼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咁我讀名先啊，張美儀2包。好，跟住咧英虛嘅4包 ，Natalie Ben 2包啊 ，Common Van 嘅1包。好 ，Amy 中嘅2包 ，Sylvia Mark 嘅2包，張玉山嘅1包。好 ，Abby 周嘅2包 ，Wendy 嘅1包。wow wow 靚嘅1包啊 ，Cheap OK 嘅2包，仲有冇想要啊？大家真係咧，直接呢一個咧係咧大連咧攞出嚟嘅價錢先咁平啊！大家出邊咧，如果咧你深海嘅要買咧呢一個咧價錢咧係過千噶啦。好，黃小姐嘅2包啊 ，Carol Mark 4包，多謝你啊！節節就食得噶啦，朝頭早或者晚上食都冇問題啊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等一下吃。好 ，Stella Liu 嘅1包，多謝你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好，Y Y U 後加嘅2包。SY 有冇嚟啊？我真係不在啊。他肯定中毒啦。好，咁呢一個咧係細 size 啊，迷你嘅呢一個咧拼色嘅細 size 嘅大家。好，跟住咧係啦，有條長帶，有條長帶啊，大家。好，裏面咧亦都係咧淨色嘅紅色嘅裏面啦。好，咁呢一個咧可以咧，大家咧條帶咧有得較長短，有得較長短啊。好，價錢咧係成色咧都係咧95以上噶啦 ，OK， 成色咧係95以上啊，咁樣咯。我叫他去。好，16900。